就也是或许就今天就开始心动其他时候，有心动时候就有一些滴人家开始下来，就开始围着我们班员，之后空间就突然间变得很大，变很大，其他时候那个空间就越来越那个墙就越来越远，就那个城市，然后头抬起来就那个天花板，然后慢慢生活啊，就越来越从后面就在期间这样慢慢出来，就有我们的主持啊，还有我。然后还有一些生活学的书，因为天上外面就有4大法律组，就在这边直到这边是发生地区，在一到那边应该是那个法律组的都在后面就拿着佛绳，就宣扬主持人在前方就或许就不太那个不太岳飞吧，岳上那种，然后就上课就没有察觉到我们的衣服，我们的衣装就不一样。咱说不一样就是班员的衣服，所有班员的衣服都是灰色的背心是背心，有领的 T 恤，对，就裤也是灰色的，然后办事人员就穿着深蓝色的衣服，公安员传信就穿着丝绸发光的套袍，金色的裤子，主席就在后面，主席的前面就有一张马桶上，在那边站着，应该是说然后主席都是穿白色的。好，我们发现天上也非常先进，叫颜色管理。那他说这个你是班员，身心天课是灰色，一睡着或者是分心就变得严谨。包括给孩子穿金色的这个袈裟道袍一样，一打瞌睡就可以别人来服穿，所以这是颜色管理。那个主线是白色，这个跟我们很多处讲的都是一样，所以这个证明到这里是天分。这个同学他有天分，他在小时候在我们县里送他一个琵琶，他琵琶弹得非常好，现在在中国深造，是整个12月东马唯一选上的一个深造的一个小孩，现在在大陆所以在研究班就是在世的人有好处，过世的人有好处。文法之一，我们李登的理讲师，他带过一个班，班员就是说，原来他上7年班上的5、6年都上不完，后来他这个是上到别的班，然后他自己发表新闻，他说他的祖先有个祖先当3省，就跟他警告，孙女你要眼睛听咧，你知道。